为有疫情，有不少的家长甲老师拢认为这是史上上界艰难的开学。这个学校除了做清洁消毒，嘛针对食饭甲课程来做上界周期的规划。尤其是国小1年的导师上界辛苦，因为上课都要专程来挂喙罨，小朋友若是挂袂掉，是要安怎办才好咧？还有1年的新生，甲爸爸妈妈来分开，一直哭，都要一直帮因换喙罨。还佫有，就是学生喙罨挂掉咧，是要安怎快速来认出到学生咧？这对老师来讲，拢是大挑战。我第一天来就是一直哭啊，可是以前这样哭没事，现在戴着口罩哭，你觉得那个满脸真的很可怕，老师还要安慰，然后还要帮他换口罩。倒是有很多小衣可以用那种小的口罩。口角目屎4男水，国小1年的导师拢爱准备喙罨。你知道吗？因为只剩眼睛可以认。对，以前是整个人的样子，我一看跟那个名字对起来。现在是只有一对眼睛。有时候等到他们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口罩拿下，我说原来你长这样。有叫一些爸妈传生活照给我，所以我大概看一下生活照跟名字，就有大概。只是那一天懵起来，我就会觉得哇，辨识度更难了。烦恼囡仔惊青分，导师更加烦恼讲人认不出来。可是你戴上口罩，老师是在笑还是在生气？有时候一半看不是那么清楚，所以老师真的要使出18般武艺，要变成用手、用肢体，对，让孩子们看老师这边。做导师的可能大家拢爱有相当的演技，因为开学若要顺利，拢爱靠演技。要有这个囡仔喙罨挂会调，做老师嘛爱有2步7难，而且开学日老爸老母袂使像安尼啊，甲囡仔咧手牵手行入校园。中央国小特别好这个囡仔呢，一个名牌啊，大家拢总爱挂咧。透早中央国小教室内内外外拢搁拼过。食中昼饭的时，要有这款假帮，搁详细喷酒精消毒，若落喙的水，还有老师用的快筛剂，学校拢总有准备。我们的施打率已经涵盖到95%以上，只有少数2位特殊的状况，他没有办法施打疫苗以外，其他我们都 OK， 所以我们的快筛剂都准备好了。一切准备好啊！希望讲开学后病毒完全消散，防疫成功。